今晚咧有3位嘉賓，我好想向大家介紹嘅。咁你哋咧識到佢咧，你就揪住佢咯喎，有不同嘅理由嚇。咁咧，佢哋3位都係喺佢哋嘅行頭裏面咧，就非常之突出啦，同埋長哥請得嚟嘅咧，介紹得嚟嘅咧嚇，我都好想大家識下佢哋啦，感受下佢哋嘅能量啦，生命影響生命嚇。希望有一日有緣分可以揾到佢哋。第一位咧，我想介紹嘅咧就係、我新相識嘅一位療癒師。咁前幾日咧，佢喺前一張有一個月份咧，佢開一個工作坊啦，令我長哥突然開悟下，我生命咧提升咗好多好多。咁佢就係卡文，我俾咗聲阿卡文啦。其實我今日咧就特登請佢嚟咧，就係表示我多謝咗佢咯。佢入咗好多錢落我袋度㗎，令我生命提升咗好多。咁就係我哋好多嘢仲要請教佢，仲有好多機會咧，請阿卡文呢度同我哋做嘢嘅。食第一餐一定係要做嘅。我好矛嘅嚇，好多謝卡文。第二位咧係我嘅老朋友，咁咧我諗我哋10幾年前已經合作㗎啦。喺 Club 嘅時候咧，阿朱醫師咧時時都嚟幫手，咁我好覺得香港係即係中醫界有位好似朱醫師咁值得嘅即係從業員咧做我哋醫療嘅資源咧係好難得，咁朱國棟醫師好。第3位咧令我好意外嘅，就係話第一就係我哋10年都有啦，佢都會至少8年啦未見夠面啦。咁咧喺20幾年前咧，1988年啦，即係差唔多30年前啦，我哋一齊有份創立過一個會嘅，就叫綠色力量咁咧，即係話當時有20幾30人一齊創會嘅，其中一位咧就係、我哋一路堅持到今日。都喺不同嘅崗位嗰度即係為呢個社會貢獻我哋嘅青春啦，就係阿李錦平生。希望大家知一佢佢一開聲嘅，而家佢把聲㗎啦。以前香港電台咧，朝頭早6、8點鐘啊都聽住㗎。咁你知咧，而家我哋香港嘅政治氣候同以前唔同咗啦。咁好似錦雄咁正氣嘅人咧就要流浪江湖啦。咁但係佢今日一出現咧就俾人哋影新部落，即係要影相。我都唔知道原來咁多人咧個樣嘅喎，諗住電台唔係啦。原來咧嗰陣時咧，李錦雄咧係做頭條新聞㗎嘛。你話大家仲認唔認得佢嘅樣咧？一啲都冇變到㗎。咁咧好難得，佢就堅持佢嘅崗位啦。咁咧一路佢係創辦咗時代論壇嘅。我覺得喺中國喺香港嘅即係宗教圈子裏邊咧，時代論壇係有歷史上有一個好重要嘅地位咯。咁咧10幾年前，10年前開始我喺度睇㗎啦，而家仲追緊啦。不過而家就係喺網上睇咯。我哋講都係唔怪得佢要籌款啦。不如請阿李錦雄講兩句，而家做緊啲乜咧因為我哋大家都諗住你時事係喺度評論時事嘅啫嘛咁所以講兩句。除咗時事之外，仲做緊啲咩咧？咁就叫做退休啦，其實係退而不休，好嘛？嚟等大家你喺意思下。要訪問你兩個，你都訪問啲人多啦你有咪？你做記者咪可以對咪咧？我哋放咪好啦。放咪你先。係啦，而家做緊啲咩啊？而家喺度食緊美食咯，大家做緊咩？食緊嘢啊嘛呢幾排咧，呢幾排做緊啲咩啊？其實我就喺邊度揾到你啊？7月開始咧就我退下咗呢個即係自己所創辦嘅基督教週報嘅時代論壇啦。咁其實我基本上都到第一個退休年齡，但係退休就係對人嚟講一個人生嘅轉軌啊。而退下來，因為嗰個社會即係變得太快，好似我咁樣傳統嘅報人變咗一個資訊咁發達咁多 IT 嘅時代咧，即係其實應該退下來咧，係俾更加少人去做佢嘅嘢啦。咁而家我仍然係所有工作都同新聞同時事有關。我之後都仍然喺一個網絡電嘅 D100 開咪啦。咁平時亦都到處去講學啦，開班啦，咁分享好多生活嘅一啲嘅常識。
我同阿長哥唔同咧，佢係知識分子嚇，咁啲大學教授。我成日話自己係常識分子。常識分子同知識分子有啲唔同啊，就係常識分子咧就每日去入錢罌，自己點點滴滴去累積好多生活嘅小常識咧，而累積成咧就勉勉強強可以講到嘢啦。咁啊唔同知識分子就會有高嘅學歷啊，有啲博士嘅銜頭咁啦嚇，呢個分別之大啦。咁啊多謝長哥，咁啊我唔知都揾翻佢。咁啊你冇變到喎，冇變到。其實有一樣好特別嘅，人把聲咧係唔會老嘅。不過聽人講嘢一聽咧就知道你，哇！你都咁多年紀啊，成日講翻以前嘅嘢啦，唱翻以前嘅歌啦，同埋最要避免就唔好老氣橫秋。老氣橫秋成日教訓人咧，咁你真係老啦嚇。嗱咁啊記得啦話啲一，但而家幾點鐘㗎？朝頭早禮拜幾咧？我就逢1至5都係7點半到8點半啦嚇。咁你D100係一個收費嘅電台，另一部分節目就唔收錢。可以用手機同埋網絡去聽得到相當好嘅節目。咁啊，嗰個地方好特別，就收留到好多咧失意嘅傳媒人啊，即係嗰啲俾人係踢出嚟嗰啲，好似李慧玲啊、吳志森啊，咁啊成班都喺晒D100嗰度。咁啊，因為有好多政治上嘅人物，可能都唔係咁方便喺出邊開咪啊。譬如好多即係若薇啊嗰啲咧。都喺我喺度開咪，好特別嘅。即係當然我哋唔會俾好多錢佢啦，但係咧就係匯聚咗一班好有心嘅人咧，喺透過呢個網絡，而家唔係大氣電波透過網絡係可以全世界廣播。咁我哋海外聽眾多過香港，好特別嘅，海外聽眾多過香港㗎。係啦，我而家聽到你咁講啦，我而家決定即刻加入D100，要收幾多錢嘅？D100幾多錢啊？要捐錢點樣捐？捐錢就當然係無限歡迎啦。咁如果成為呢個訂戶聽眾，一個月係好似700幾蚊嘅嚇。佢有幾種唔同嘅，有時你可以聽翻以前啲節目又唔同嘅，即係嚇。好，你個電話18310。大家打通個手機電話1831100咧，就可以聽到㗎啦。嗰個唔使錢嘅。咁但係有啲節目就要收錢嘅，咁可以幾好玩一樣嘢。呢個就係一個資訊科技進步啦。因為你做一個電台就係領牌嘅，牌費都係100幾200萬一年嘅。咁你做網絡電台唔使領牌嘅，又唔使聽政府啲規定。譬如你而家做嗰啲選舉節目啦，係你介紹某一個人咧，就讀一抽名出嚟㗎。咁啊呢個新界東選區仲要讀，咁啊好悶咁，我哋唔緊要，我哋可以照講都得㗎，冇乜人管我哋嘅。咁咧就而家個禮拜喺香港電台咧一做節目嘅時候諗起你，因為嗰凳以前你坐開嘅，我諗係咪一台直播室嗰度咧？係，我坐咗10幾年㗎啦。係啦，咁嘅時候都諗起你咁廣播真係一個好好玩嘅嘢嘅，所以將來咧，我諗好似我哋咁嘅群體咧，都可以自己整一個網絡電台咧，擺上網就自然而然咧，就好多人會埋嚟聽㗎啦。咁就變咗係透過呢個資訊科技時代，即係我哋去善用佢咧，其實可以做到好多咧，我哋以前夢想唔到做嘅嘢。即係一個人可以開個電台㗎，你甚至去收錢，同埋可能真係養到你嘅。呢個就係一個網絡時代一個好特別嘅奇蹟嚟嘅。好，唔該曬捉住佢啦喎！係啊，仲要講多樣，你呢排咧周圍去咧，我知道你教好多嘢嘅喎嚇。你同啲公司做啲乜啊？你喺啲其他團體度教咩啊？咁可能在座有好多人會跟住會揾你咧。我教嘢都同呢個係説話技巧有關啦。從基本嘅表達技巧到演講啦。危機管理點樣應對傳？不過我自己最中意教一樣嘢，或者我覺得係比較少人教咧，叫 storytelling 講故事啊！講故事就唔單止話咧，我識講故事就講個故事俾小朋友聽。講故事咧可以成為一種係管理嘅法則啦，可以成為一個係危機管理嘅一種嘅方式，可以成為一個演講嘅技巧，可以成為一種推銷嘅策略。甚至可以整理自己人生嘅生命故事，從而透過群體咧去改變整個社會嘅故事。哇！咁同呢個小朋友床邊故事，你到你睇嗰啲美國總統選舉嗰啲，全部出嚟講故仔嘅，冇人講政綱。不過香港咧就我哋仍然喺度鬧人啊，講政綱，即係其實呢個係已經
80年代嗰啲嘢啦，好兜㗎啦，即係全世界嘅演講咧都係講故事嘅，所以學識講故事咧，第一可以改寫自己嘅人生劇本，如果可以用故事去感動別人嚇，咁所以我都諗緊即係點樣將你呢檔嘢咧，將佢改編成一個故事咧，哇咁啊自然就會去周圍去傳頌㗎啦。做人事有個傻仔，仲有傻仔。好啦，多謝你。